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晴。那么这2日又搁开始讲到2届，但是另外一个消息讲，咱又搁赢韩国了，大家欢喜，咱国终于赢韩国。关于是 GDP、GNI 是啥话个？我的家人就是起到真烦恼，烦恼不加直起无降落。烦恼薪水求水，规口罩通好下巴肚。无加敢是皇帝难挨嘛无法度。今仔日咱来讲清楚。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曲俊榮曲教授。平日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是中央特產會前副執行長姚良儀。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三位是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峰蔡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首先呢，咱今仔日若要來講2屆，頭拄我一開題也講，要講到講咱的 GDP、GNI 就超過韓國，大家終於贏韓國。但是你敢有感覺？上有感覺的是，今年的計數一直起。3月7號，主計總處公布了2月份的消費者物價總指數，年增率是2.43%。雖然有比1月的時陣較低一寡，不過親像토마토刷起了37.92%，那麼高麗菜甲紅蓮魚起了2成以外，雞卵起到11%，物件起價連帶湘北市的營養午餐午餐嘛，即馬開始有幾多間學校開始咧調查家長的意願啊，講啥物？下學期的營養午餐可能要來起價了。中晝頓我們的菜色放佇桌頂，要互學生每一喙攏食甲正營養。毋過受到關不了計數稱懸，也影響上北學生囡仔營養午餐計數。即馬已經真濟學校咧調查家長調價意願。7月馬上又要再招標，重新招標，所以必須經過這個調查，然後也通過一定的這個百分比之後，他才會做這樣的調整。因為疫情跟這個烏俄戰爭的影響哦，其實這個通膨其實是全世界不可去阻擋的哦。目前我收到的訊息是，其實各縣市的學校哦都有要調整午餐價格的這個狀況。主計總處公布2月消費者物價總指數年增率是2.43%，升起幅度比1月較少，毋過包含差不多國外旅費也是起15%以上，佢哋菜三文魚起2成外，雞卵也起11%。那這個月底開嘅電價審計委員會有相關紀律會調懸電價，可能會帶動5月 CPI 提懸。今年第一季上漲2.61%， 2、3、4季呢大概就2%上下，還沒有納入電價的，如果未來有調整的影響。財政部也公布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2月出口310.5億美金，年減17.1%。總共前2個月出口615.6億美金，比去年同期減少將近2成。不只是連續6個月負成長，也是連續4個月出現1位數的衰退。在5大市場當中呢，對中國大陸與香港的減幅是最深的。高達3成，主要是反映整個全球的電子產業的景氣走弱，也反映了中國大陸目前的內需的復甦步調還是屬於比較低緩哈，所以造成我們對它的出口下滑了將近1/3。財政部表示，總體需求無好，全球經濟成長動能減弱，產業鏈繼續調整庫存，壓制廠商備料意願。2月進口金額287億美金，也公布降到14個月低點。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咱睇看這個新聞大內面講到3項代誌，一個講到營養午餐，一個講到這個 CPI 啊，消費者物價指數，到底消費者物價指數甲營養午餐，甲2屆之間有啥物關係？我首先要請教到咱曲老師吼，2屆敢是消費者物價指數內面真重要的一個指標，還是講2屆起啊？其實消費者物價指數看起來
照这个中央银行讲起来，佫还好啊。是啊，是啊。啊是安怎安尼？啊，大家安尼感觉安气噗噗，啊跳到安尼，是咱的感受较唔对，中央银行较对，还是中央银行可能算的方式无共款。这中央银行吼，也讲这也毋是我咧算的，吼，这主计总处咧算的，甲也无关系。所以咱杨总裁有甲咱讲答案啦，吼，就是讲这能的计销吼，占咱的 CPI 跟3/10的款吼。哦，所以无算在眼内。但是吼，这个反映另外一个问题吼，大家感觉足重要的这物件吼，那伊的计销啥物无重要？啊，那啊看起来咱 CPI 咧起价敢无起偌济吼？这可能这咱算的这公式吼，可能小可有问题吼。可能大家毋是介重要的这物件占足大的部分，但是大家足重视的部分，可能占足少的趴数。老师，你这个意思是讲，其实世界各国算 CPI 的方法都无同款。当然差足济，所以吼，咱就定定咧讲吼。所以你袂使安尼直接比较。你讲哦，美国即马起价起6%，哦，咱敢若起2-3%尔，哦，看起来哦，咱的这物价起了无遐严重。大家每一个国家要算啥物物件放伫内底，吼，啊伊迄比例有偌重，每一个国家拢无共款，所以袂使直接安尼比的。吼，像美国哦，伊的厝价拢有反映伫因的 CPI 这指数内底，所以因厝咧起的时阵吼，哦，看起来就真严重。但是台湾厝那起甲足严重的。美国伫遮啦。嘿，对啊。这个华语咧讲突破盲肠啊。嘿，是。啊，所以咱厝起遐济，啊，安怎起都无算伫 CPI 内底，所以对大家来讲，哦，看起来这杨总裁拢甲咱讲吼，这物价吼，安啦，拢无啥物问题啦，吼啊，所以咧物价安尼遮尔啊稳定吼，也无比美国来讲也无偌严重啊，所以吼啊，咱这吼这政策毋免像美国哈走甲遐遮尔紧吼，啊，到底是毋是安尼吼？拄啊平人讲的嘛，这民间的感受是完全无共款。哦，你买一个便当，为旧年到即马吼，哦，较早食一个便当无100块，即马起到才150块。对啊，迄哪会？这不当敢若3%尔，都无可能嘛。90起到100都超过10%嘛。哦，那有可能讲咱的物价敢若起2%-3%。哦，对民间来讲，迄感受吼拢足严重的。这我爱先讲个清楚吼，咱今仔这节目毋是要完全要来挑战中央银行，吼。咱是要来讲，蔡老师，你唔通想头先压起来吼。我是咧讲吼，咱来好好来检讨讲，到底是安怎即有即个感受上的即落差啦。哦，即头一个，啊，再来好好来面对现实，讲啊，即个问题要安怎解决吼。第二，我要请教着即梁基吼，你是饲鸡卵、饲鸡出身的吼，即个鸡卵要起价。咱之前也有讨论过，但是迄阵时讲起来讲，应该未起价遐济，但是到底即摆即起价遐济吼，我2年起超4成，吼，2年起超4成，这是正常状态，还是讲背后有人咧操作，有人咧蹲，还是讲大家预期的心态？应该这原因复杂啦，吼，若要以成本面来讲。咱对于卵这个产品，还是讲这个食材的要求，其实是愈来愈悬嘛吼。过去咱可能烘焙业咧用的迄液蛋，吼，就是无壳的跩卵，他们讲拢是伫鸡条都破的啦，会用的就咱个拢扣的，卖讨济嘛，所以就安尼行。但是过去当然发生足侪问题嘛吼，所以这10多年来，特别是民进党政府执政以来，其实甲食安的这个问题要求其实增加。所以其实成本是增加的，无毋对。但咱短期来看，讲这波的起价有囤积的问题无吼？咱来转来思考讲，还是讲检讨是卵价安怎决定的？台湾的卵价无，毋是像北农有咧批发限价嘛，有咧拍卖嘛，无嘛？物价用讲较直接就是用炒的嘛。它有一个评议委员会用炒的，就是。会知影讲啊，大概供需偌济，大概讲的物价的，啊政府嘛感觉 OK， 啊就决定啊嘛。啊，所以伊有一个应该卵价决定有一个周期性嘛。有应该讲生产有饱无饱，生理人上敏感，所以马上就有因应策略。有顿无顿，我无证据，但是会趁钱袂趁钱，生理人就敏感。
所以你讲到点到为止啦。因为我无看到，我无现地，无伫现场。哦，你点到为止啦。哦，就是讲有顿无顿，你唔知啦。我唔知。但是生理人有谈无谈，就清楚。就清楚啦。吼，啊，这观众朋友家己想，吼。这就是大概判断啊，因为我了解无一定是事实嘛。哈，你讲到。你放心，我小等下可给你追问吼。这位请教就蔡老师吼，咱头下讲，这个 CPI， 咱看这个图表吼，咱台湾的 CPI 的组成吼，消费者物价指数吼，观众朋友唔通讲吼，啊，这个跟我无地带。其实啊，中央银行甲你讲的，还是主计处甲你讲的物件，拢在这内面。吼，你摩登的发言，就是拢爱来看好清楚啊。吼，这 CPI 讲吼，要分牛吼，一般家庭购买消费性的商品，甲服务绩效水准的变动情形吼，有要衡量物价变化，要看讲是毋是即个碰撞，或者是缩小。咱哦七大类368项，但是咱来看，这内面，你来看哦，居住率23%。买衫5%，食物率25%，交通14%。我所在油价甲电价无放喺这内面，吼啊！而且抽样啊，我所在吼抽样，我若唔对，制作人才甲我纠正，用抽样才有1000通几项啊？尔抽样啊？尔，这到底这 CPI？有检讨的必要，或者是检讨的这个方向，应该向倒位来看？蔡老师，我感觉你若要去看这个整个的物价的指数吼，你讲伊要哪算？其实因为对着咱整个的这个社会吼，大家收入拢无共款啦吼。比如讲，我若是学生啊，是物理位的，这个指数反正爱降我要80%。对我来讲，因为我上重要就是食这方面嘛，吼，支出是上悬的。对着一寡较爱水的族囡仔，伊反正穿衫就是反正占50%。啊，对。就是讲每一个人其实拢无啥共款啦。那所以讲要调整的话，就是讲咱若拄则像曲老师讲，咱若要参与外国比较，你着甲你的这拍数调参外国小共，你较来比较。你唔通讲啊！你大个这方面，你当23%，啊，人美国放30%，啊，你去比较讲啊，咱的物价比因叫做俗的，啊，迄比较都唔免比你就知一定叫做俗。对啊，鸡腿。对啊，你摕鸡腿比苹果，唔知要哪比啊？对啊，所以伫这个方面，我会感觉讲，无一定讲，一定讲得爱讲，这个拍数爱安怎扛，但是看你的用途。第一点，你若是讲要参外国比较。你的拍数爱才能相共，无你就是爱甲遮个民众讲，咱的拍数才能无共，唔通怎啊？伫遮像中央银行的总裁摕咧安尼比，迄是学生啊较无咧读册的人较会做的代志。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咱若是要讲，咱若要照顾到咱一般的民众，其实吼，咱咧看的时阵，其实主计总署拢有做啦吼，就是讲你若所得伫咱社会，比如讲伫上下骹的20%。还是讲前40%，前60%，还是讲前80%，你无共所得的人，其实因面对到的这个物价指数吼，拢无共，因的物价指数拢无共，小共安尼算，啊，但是因无共所得，因面对到的这个物价指数是无共款的，嘿，啊，所以你若有法度安尼去说明的话，唔通干那讲，就摕一个指数啊，逐位安尼讲，去讲咱的指数低。我嘛，这就会互民众造成误解，感觉讲你参人民众吼感受吼是完全哦，这唔那是误解，这大家听落是真国气咧。对，规巴都会嘛。嘿，安尼观众朋友较听有，所以你若是讲咱的政府官员啊，真正要来用这个指数来甲咱民众说明的时阵，你袂当用的伤过简单的，爱用平均，大家都差足济，好嘢差足济，啊，你用一个指数来讲，当然好个伊感觉讲啊，你两伊都无咧买迄欠的两，伊买迄两反正一粒拢25块，30块呢。两，伊的两都袂欠啊。伊无欠用啊。大家咧种的两是一粒是可能10块、12块的两，大家咧种无遮的两啊。系啊，你若去买迄较好的迄选色，还是讲
放山鸡咧生的卵，迄一粒卵的价值加足悬的嘛。你若去买迄饲伫人啊内的迄卵，迄就加足俗的啊。啊是你若无选色，你嘛加足俗的。大家咧种的是遮的卵，所以我会感觉讲吼，拄则主持人嘛有关心到讲，啥物卵价起遮悬吼，迄原因当然是像拄则咱总经理讲的，讲迄其实是足侪原因的啦。啊，即马咱会当看到讲，包含着日本，包含着整个的欧洲吼，其实因拢是咧欠卵。欠卵有一个足大原因，就是整个环境的问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变歹，比如讲咱伫即几冬来，咱受到像即个武汉肺炎的影响嘛。啊，咱人会感冒，鸡仔嘛会感冒啊。吼，咱这禽类嘛拢会感冒。啊，所以这流感咱人有注射，会当甲咱保护。啊，鸡仔以为伊毋敢注射，伊惊药仔怎伫即个卵内底，所以咱是冻掉咧，尽量卖注。啊，伫即啊足侪民主国家吼，嘛拢是尽量吼卖乌白注射。啊，中国当然有咧注啦，所以加减啊，就是凡是有的人会想要去找输这药啊。所以你若讲吼，咱为着要照顾咱整个咱民众的健康，嘿，啊照顾着咱食品的安全，像主持人拄仔讲着讲，啊，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都一直咧向前行，甚至超越着即个南韩，所以咱规个营养啊，咱规个食安的即个标准嘛，拢爱提高，对。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你袂当注射，啊，当然袂当注射，伊会得病的几率就愈悬嘛。啊，你即马你若愈往咱中南部去行吼，其实咱观众朋友看伫咱即个高速公路附近，吼，足侪的即个建设吼，其实因拢做高站的啦。啊，高站咧规个拢是规个封起来安尼咧饲，啊，所以封起来咧饲吼，迄你密度愈悬，啊，你一只钓就规个种钓，啊，就规笼拢起数啊，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当然你欠卵，啊，环境遮歹，大家拢要环境用啊歹，啊，较来怪讲无卵，这其实是毋对的啦。所以我感觉这是大家吼，当然一方面就讲政府的方式，伊毋是讲去压迄个卵价，但你欠卵啊，你甲伊压卵价，一定甲无人愈侪卵商无想要摕卵出来啦。特别是即摆卵的用途吼，毋是像较早讲啊，着青的摕来煮个食安尼尔。咱会当去市场看到伊为会当去做成迄个布丁啦，做鸡卵糕啦，伊有足侪副产品会当去做啊啦，啊，佮有啥物液态氮，足侪哩哩扣扣的物件，即马开发出来，啊，做成咱像豆腐咧，足侪种方式的啦，啊，所以其实咱若要爱咱卵价较稳定的，我感觉政府即马有一个方向是较正确的讲，啊，你就尽量去进口外国的这鸡卵吼，啊，入来。去满足着咱较侪朋友。老师，你讲了这个重点，咱我就一个数字吼，讲吼，去年同期吼，即马比去年同期加出了5000箱哦，5000箱哦，但是出现哦，每工50万至80万碟缺口。哦，即马其实进口也搁较济哦，但是佫无够用啦，袂付气啦。这就是人的心态。我无，这我唔知，这我要请教到这个总经理，你感觉咧？这是什么原因？是有人咧？我袂搁再问你，有人炖啊无炖？是讲这人的心态，尤其头仔这个蔡老师也讲啊，咱是毋是会当用别来替代？还是讲这当然两个问题啦吼。先问你讲，这到底是可能有啥物因素吼？啊，第二个是政府敢若会当用补贴的方式去做吗？啊，佫有其他的方法吗？其他的方法哦，我认为是讲，大家是爱大家拢期待讲，所有的你讲规量的供给是完全符合需求的，吼，但需求是偌济，这唔知。唔知。那无唔对资料来看是，今年的供应量、生产量已经比去年较济啊。那大家话讲啊，每一年拢创新高啊，他袂讲爱甲咱遮规母拍手呢。结果好像是规母生袂出来，变伊个水果安尼，这是一个很，我这个社会变成一个是真怪奇的代志。巨婴社会啦，讲你逐项代志政府爱甲你照顾啊好的，这个想法安尼吼，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讲，短期有办法来补这个量无吼？迄是拄签，可能澳洲有，因为是热人，伊的季节甲咱倒变嘛。那温度悬，生卵有影是较饱无毋对，所以拄啊补回来。过去拢是找美国人甲日本人啊，日本人因为较近，美国人因为较俗，歹势无啊。今年我都买澳洲的，明年毋知要买倒位的。所以长期以来，卵可能无够食的部分，
我认为这是一个足麻烦的问题。但倒转来要问的是讲，我讲咱的官员集中嘛是好心啦吼，因为要顾产业嘛。其实大家也思考一个问题啊，10年前你敢有食遮济饭？这我爱问观众朋友，大家顿地嘛吼。10年前你敢有食遮济蛋糕？咱的饮食当甜点变成你莫讲每一顿啊吼，一礼拜可能有3天啊是2天，加减啊有的时阵，那当然伊量的需求就变大啊。那当然白煮蛋方便各方面来的时阵，伊就变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倒转来想的是，咱每一个人像咱个人，量对你有遮重要嘛？伊讲起来是两白质嘛。对，蛋白质嘛，当然伊有足个优点嘛吼，伊俗嘛，方便嘛，新鲜嘛，伊变化真多嘛，当然伊有足个优点，但倒转来看就是，敢有需要逐工拢食嘛？当然即个话大家家长可能听了就无欢喜，但事实上是，就是需求唔知永远是填不满的迄个需求永远无法度满足的即个社会啊。但是歹势啊，父母要生喂哺卵，甲会当生卵120天算紧的啊。你要互我4个月时间啊，那个进前的哺卵搁21天，那要搁讲愈侪，每一个场地安怎一个生产要完整，歹势你就是半年的时间啊，上紧啊，这是无算量哦。算量的时阵时间就搁对复杂啊，扭长啊，但加条大家嫌啊。拄则老师讲到的高层的密闭的，住伫迄下风处的，到底干叫的。规条大家嫌，规量大家。啊，佫免讲咱台湾的这个机场的这个规模，拢较小。一来小嘛，二来是目睭嘛，吼，比如阮中华就是上多的量嘛。那当然，禽流感 AI 对阮这个产业来讲是影响上大的嘛。密度是生产率足关键的因素，但大家为着要赚愈侪钱，还是讲为着个愈侪的量，所以硬死钱，所以规母是介可怜啊。即咱就看到讲吼，纽西兰吼，因为吼，就是因为伊不爱吼，即个鸡笼佮饲甲目睭，所以吼，甲你检查落去，检查了就欠卵了，伊卵才会起价。即全球吼，全球性。法国嘛讲吼，但是法国的餐饮业吼，讲你来用啥，用 beans， 用迄个甜豆啦吼，啊甲即个牛奶落去取代。人因嘛咧想芳，人因做烘焙比咱做的较专业，搁较多嘛。吼，啊英国，敢若会当买2盒至3盒，吼，因为伊资本主义国家呢，伊嘛毋是社会主义国家，伊嘛是安尼做即个裁量啊。咱国的即个控制方式，敢有通用安尼？柯老师，大家安尼讨论落来吼，我觉得问题就真严重吼，因为大家即摆拢改成讲，从一个大家足需求足大的物件吼，做代表性的物件，吼，其他物件拢无管看到卵起价起甲安尼，改成所有的物件拢起甲遮尔啊悬。当然，我安尼讨论落来吼，大家拢了解每一项物件拢有伊特殊的背景嘛，吼，像卵，其他的产业未拄着啥物禽流感这款问题。但是卵就是会嘛，吼，拄我容易咧讲，你看伊个生产的过程遮尔啊长，所有的物件咧生产的过程，伊的背景拢无共款。即摆吼，咱伫台湾在讨论这经济问题吼，上严重的就是安尼吼，你若找到一个点，吼，尤其对政府上歹的点吼，就甲放大甲安尼改成吼无卵即件代志吼，变甲足重要。最大恶极。甲拄啊容易讲吼，这巨婴啦，吼，另外一个就是讲吼，阮较早捌讲一个名词叫。经济讲理盲啦，理盲就讲无要讲道理嘛，吼。但是代志来的时阵吼，无甲偌严重的代志，甲放大讲甲安尼真严重。大家安尼讨论来，大家就了解讲吼，这卵就是一个足特殊的产品。所以你讲2年起4成是真济无毋对，但是睇油价咧起的时阵吼，有的时阵2年迄不止起4成咧，加倍拢有可能啊。吼，所以咱讲要看这整体的状况吼。袂使讲经一项物件，就安尼甲放大来看，吼所以咱讲即摆咱讲物价是真严重无毋对，但是咱若要讲物价，就来讲物价
吼，就讲整体物价啊，像刚拄啊蔡老师讲的，整体物价要安怎状况，你袂使讲摕一项物件就来讲甲遮尔啊大，啊，尤其伫台湾吼，因为过去可能是甲政府宣传嘛有关系啦，即摆大家都感觉吼，卵是一个吼上有营养的物件，吼，那拄啊平言讲，足侪国家无一定安尼想嘛，吼，有会替代的产品，哦，要来这个烘焙的物件嘛会使，但是吼，咱过去的教育就是讲吼，卵就是上好的、上普遍的、上俗的，所以即个物件来一起价，介绍就要无命啊，吼，可能这政府都无甲咱照顾，上基本的物件，吼，拢无这个物价拢无甲，这介绍拢无甲还好势，这有的时阵吼，咱袂使安尼想过无道理，所有的物件吼，咱讲吼，这巨婴即句话讲得足好的，就是讲，咱伫这经济学内底吼，介绍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你讲真正伊若要起吼。你袂使讲硬甲压落来，咱讲政府要进口吼来补贴一块，迄会使。但是讲你若对生产鸡卵的人来讲，迄哇，我等足久鸡卵才会当起价呢。啊，你起价就是物件无够起价，啊有去起价，我有利润，我才会去投资嘛。啊，你所有的物件拢甲物件这介绍压甲遮尔低，我都无啥利润，我都无要投资啊。啊，就照较早安尼反效果呢？对，都反效果。所以咱讲吼。介绍有的时阵就是安尼，有你爱看介绍，有的时阵咱爱较中性的，吼。咱拄啊，咱看这影片有讲一句话讲吼，啊，对这物价要中就无法度动嘛，吼，无法度主动嘛，这实在无一定，吼。有的时阵咱看迄物价，爱看款，吼。有的因若合理的起价，咱袂使甲动的，吼。像等下可能会讲到这电价，吼。电价有的时阵咱成本就悬起来啊，你硬要甲压落来。大家都用电就足上重的嘛。啊，你无反应，无反应，这个电价，大家都用甲无感无感。所以咱讲物价的问题就是安尼，合理的，吼，咱都爱好起价；啊，若无合理的，咱都爱检讨，是安怎这会起价？吼，这代志就足重要。咱都爱讲一个道理，我讲一个例啦。即嘛吼，大家愈来愈讲这 ESG 嘛，吼，讲这全球暖化足严重的。啊，你若讲这个一个工厂。啊，因若拢排放二氧化碳，污染足严重的，你要甲扣税无？吼，你若甲扣税，你讲哇，那我成本提悬安尼，成本提悬吼，我生意歹，我就爱裁员啊，消费者买物件就较贵啊，嘛真有道理啊，对无？你若甲扣税，我生意歹无利润，我就这员工我就甲裁员，但是就爱扣税无？应该合理的成本，你爱加落就是爱加落嘛，就是爱欢迎嘛，吼。所以咱讲这物件吼，袂使足有精数的安尼去讨论。就是不管是一项物件也好，还是整体物价也好，咱就爱先分好清楚，什么是合理的起价，什么是无合理的起价。啊，这个代志爱先讲好清楚，哦，像两个。你要完全甲压落来，我感觉是无道理的代志。是，这市场的介绍嘛。说来，我就完全无情绪来请问蔡老师，就是讲，咱即摆目前吼，市面上的民生物价吼，尤其食的方面吼，其实咱在市面上已经感受到起了真济。这内面吼有真正咧反映的，嘛有真正有生意人咧做。政府到底是谁应该负责这项代志？看起来拢是主计处咧公布，但是可能看起来应该是行政院长去负责，但是嘛毋是啊。什么部会还是中央银行应该负责责任？这到底这源头是啥？我感觉会影响到物价的部会其实足济啦吼。但是拄则咱大家讲到讲，咱毋是讲调工要去。影响这个物价，但是其实那倒转来讲吼，政府其实伫进行物价，应该是伫前年的年底啊吼，有成立一个小组开始就去调查这物价嘛，看这物价有起无，还是看有法度安怎，毋是有讲设一个叫每一个超商啊、超市啊、卖场设一个讲倒会当对抗这个物价起来这个专区啊，互大家去抗涨专区安尼。我感觉。真济部会啦，包含你讲像农委会也好，你讲像经济部也好，像财政部也好，因拢有咧想办法，就是讲，互即个物价莫起遐悬。因的做法毋是讲去甲迄个物价直接压啦，就是讲，比如讲你的税金、你的关税，还是你的补贴，就是讲减少。但是减少伊爱甲去注意遐厂商讲，我有减互你，你有减互消费者无？因为我减互你，你无一定会减互消费者。对啊。对，另外一部分就是讲。
政府嘛讲尽量去甲遮个油价啦吼，会当尽量甲稳定。啊，即马较想办法吼，莫去增加即个人为的成本。啊，你拄啊讲到即个像中央银行的话，因为中央银行的总裁吼，伊一直以来伊的感觉拢感觉台湾的物价总稳定的啦。啊，所以伫即个情形下，伊感觉伊的即个迄个利率的政策吼，就安尼慢慢啊行，啊要行咱毋行，安尼马紧吼。但是咱拄则讲到讲，物价已经起啊遮悬啊，你的利率的政策，若真正对物价有帮助的话，其实你应该爱去动你的利率的政策啊。你袂当，因为大家看到是讲，你拢感觉物价无起，所以你的利率政策，你感觉你安尼做马紧嘛？但是即马咱人民的感受是讲，物价都明明起足济啊，啊，想到你拢无去动，所以我感觉中央银行伫即部分当然爱负真济责任啦吼。啊，第二项就是讲，其实物价咧起的时阵，到一个足大就是讲房价起啊足济啦，吼啊，因为房价吼占咱整个的即个生活的成本吼，若有买厝的人爱纳贷款的人，其实即个占伊的支出的比率真悬啦。啊，所以你若中央银行吼，伫即个部分，你有法度去互即个咱即个房屋的即个市场吼较健全的话，就有法度互房价莫起啊悬。啥物叫做较健全咧？就是讲，你莫互建商安尼真简单，就会当讲，我买一块土地，我敢若摕8成，用租会当8成去银行借，2成家己自备款就好啊。你若讲互伊5成，互伊4成，会当对银行借，你家己爱摕6成，伊就无法度安尼差土地嘛。你若互大家讲啊，你要买厝的话，你的厝毋是讲你看到你遐投资客，你想要你要买第3间厝、第4间厝啊，我敢会当互你大概到7成8成。这是啥物世界？你已经买第3间、第4间，你应该做有能力的，所以你感觉做有需要，你才会去买嘛。所以，若即个情形下，你若要投资的，你嘛会当借啊，借2成，毋是借7成。啊，你若借2成，变成我家己要摕8成。就要累进咯。嘿，我拄则讲的这方式，其实拢是咱中央银行会当去做的管制的措施啦吼。啊，当然最近政府咱会当看到讲，又去放松啦吼，慢慢啊放松讲啊，有一寡建商有可能因为伊欠料、欠工的关系，所以伊咧开工会较慢吼。啊，咱互伊借较松者，嘿，较松者。但是政府的思考的重点，伊是讲有一寡较中小的小规模的建商吼，伊若离即波吼。虽然讲咱中央银行利率起足少的啊，但是吼，有的建商可能有哪占袂掉，惊会倒伊，啊倒伊的话，即个市场拢变大建商，变倒害啦，所以伊想要去帮助这个较小规模的建商。但是你若要帮助这个小规模的建商嘛，马紧，比如讲你若要帮助一寡中南部的这个小规模的建商，你得针对中南部遐建商小规模的，遐有一寡管制，慢慢啊放松，无需要整个专门性对。那安尼的话吼。对着咱真侪少年朋友啊，想要买厝的人，我感觉大家对着政府嘛较有愿望啦。因为其实房价我感觉是占大家对拄则主持人咧讲的 CPI， 你咧算的时阵，迄个趴数吼，其实伫咱一般人的生活当中，你贷款的比率其实可能是足悬的，真悬哦。特别是大家毋通袂记，即马是大家拢希望讲会当贷8成、贷9成。即摆厝毋是一间1000万的，是一间啊2000万。你若伫台北2000万，你敢会买到讲像咱年纪差不多的厝咧？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其实大家贷款的支出拢足悬的。啊，你烦恼讲利率起来了，会去造成的负担。啊，你拢无去烦恼讲，是因为你无做好，啊，互房价起啊遮悬，才会去造成大家负担。老师，你咧讲的就是假生两生假的代志啊。重点是伊要甲房价控制好，房价起啊才悬。吼啊，当然咱毋是直接去控制即个房价，咱是去影响即个，咱去看即个房地产的即个市场，嘿，咱有家做好无？啊，你若无爱讲去对这个想要买厝的人来做一寡管制，你先对遐个大建商嘛，遐个即几档来囤地囤足济人嘛，吼，咱莫去讲囤人嘛，但是讲到囤地。囤遐个房屋，真好查。系啊，迄个都大家讲的讲暗时啊翘倒仔过，你就看迄电火有开无，你就知影。系啊。哦，迄个真好查。对，所以你若讲，其实讲即个物价到底是对一个部分吼，其实咱一般咱袂希望讲政府直接去影响即个价销啦。
像他柯老师讲，对，但是你若有人吼去影响即个市场，啊去操作即个价销的时阵，政府就爱入去啊。嘿，啊，我感觉房地产伫即个部分吼是有真侪政府会当好好去改进的空间。这说来吼，头先讲到建生两生间，我要请教着总经理吼。咱咧讲到讲顶一次，咱就有讨论讲即个机能的代志。要解决即个机能的代志，就爱实行着分级制度，吼，就要有筛选中心，吼，啊，而且来当透明来拍卖，吼，这敢有可能性？因为这已经这讲起来嘛是30-40年的老问题啊啦。但是我近摆就看到咱农委会真辛苦去补贴，啊，补贴。民众真欢喜，但是嘛无一定会真正满意哦，吼。啊，两商嘛心内嘛无一定满意哦，吼。啊，变做敢若猪八戒，吼，两面唔是人。啊，这哪会歹一摆来解决啊？其实顺蔡老师的话来讲啦，吼，两家起的比例啦，你一工来换顿讲，我一工食10粒啦。哦，即摆一粒起2箍，我加出20箍啦。阮比咱的厝价来讲是，毋知要安怎比啦。咱的厝价，坦白讲，我即摆住台南东区，厝价伫这3个来已经起2倍，哇，你变大富翁哦！迄毋是我的厝，迄200%呢。咱拄则讲，咱的两价加48%。你讲是吧？你像台南东区，4个月起200%。这2年啦，这2、3年啊，这2、3年啊。哇！所以你若厝价甲算落，迄 CPI 毋知偌贵。你若对啊，是啊，若要安尼算嘛。那美国有算，咱无算啊。啊，所以我拄则讲，安尼比起来，就讲阮两商啊、两农啊，好真冤枉嘛。因为伊即两价变成一个真敏感的项目啊。是啊。哦，那当然就讲，到底两个即个产业要安怎改变，政策要安怎落去了，互咱会。莫讲物价稳定啦吼，即个分级的制度会当出来。因为即摆现主席的论就是大家咧讨论的是产地价变45块半，买10块的人嘛规堆啊。是啊，你去全联讲的，老师对我讲买无10块的、12块的，嘛买有啊。我做一个两农来讲，10块我最好趁啊。即摆买无的是6块的啊，即摆上俗的，咱来伫超市看，是上价个遐6块半。10粒无洗选鸭胗，吼，当然你去甲菜市仔买5块半，5块半有啊，无一定，我讲这无一定啊，因为这中间规母生出来了，甲你手头中间有分类，吼，有分大细粒无，有细过无，有淘汰裂纹的无，伊的分类甲加工有足侪阶段，运输。一粒卵为屏东来，甲中华来，当然成本绝对无共款。啊，所以伊定塔以后，你摕到一粒卵，当然毋是反映着上源头的即个价销嘛吼。那所以讲要解决即个问题，我认为政府爱有一个畜牧政策啦。长期以来，咱的畜牧无政策，不管什么款的物种，鸡、猪、肉、卵、鱼，其实拢无政策。民进党政府来了，当然伊嘛是用着过去跩行政部门的官僚，但是现实就是解决眼前的问题，永远比想政策来较重要，来较占大家。钱家都无够，然后想着别官。伊无法度，伊眼前的太侪代志爱处理的，所以入去一个状况就是讲，即个出即个代志，所以即马出一个加条改新的补贴，吼，补助落去了，啊，但商家保证讲即个补落去了会改善吗？咱若去看农委会的资料，咱的预算内底，禽类的设施改善计划，我印象中已经20年啊。是啊。已经开袂少。开袂少啊。当然业界在咧更新。这是我真好奇呢。对，当然业界在咧更新的比例有限。30%安尼。反正佫较低，我无介清楚安尼吼。啊，即个钱已经开足久诶，即个想法嘛已经足久诶啊，是安那无才调解决？
这其实就是，当然这真好的是讲，这几年来，特产品变成一个足热门的一个话题吼，不管猪肉也好，鸡肉也好，鸡卵也好，安尼，汉语变成这么热门的。但是这背后的因素是无，即摆政府官僚也好，产业也好，其实我认为无人想要改变啦。无长久的这个计划。无，因为想要改变的其实是少年运的，因为少年运的伫即个产业内，你看到未来30年的路线，甲过去的30年是无共款的。但是这个趣味啊吼，建商要起厝会当台北城，我若要起家条，可能无遮好的，无遮好的条件。而且我找地要摕到序幕登记，可能咧比换厝可能咧比换厝更较困难。更较困难哦。那我就当然这是半讲笑啦吼，今仔日啦。空的厝、闲置的厝遮济，不如来做家社。我嘛安尼想啦，但是大家甲我讲嘛吼，这就是一个足奇怪的现象啊。你讲咧有影咧吼，你起厝会当贷款8成去用租，啊你起家社袂无都贷款。起家社其实农委会有真俗的利息啦，这有，但是伊会限制足济个人。农企业佫是另外一种，对。啊，但是其实个人当然伊自动化了，当然伊相对较好管理。但大稳定，甲伊即个个人要大发展，要会当较好的发展的时阵，一定是公司化，因为资金的问题嘛，是管理的问题嘛。所以豆豆即个产业就是豆豆公司化来啊。但是相对的各种的金融工具都无共款啊，融资的条件无共啊，这就是用厝价伊甲两价来比较，这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两个政策啊。所以应该爱整个吼，爱全盘来看，尤其咱柯老师头有讲着，讲咱的电价甲水价吼，拢一直长期性的用补助的方式，油价嘛是安尼用补助的方式，到上下尾一摆甲咱出票安尼，逼出来了，像较衰，像调就去改你就选袂调，变做安尼。这是，所以大家都唔敢出手安尼。好，简单来讲吼，你看，咱若无看在拄仔容易安尼讲吼，都唔知影讲这能后壁学问遮尔啊大。牵涉的这场面这样对啊，吼，所以这物价吼实在嘛是共款。咱讲吼，我来补充一下，咱即马就是安尼，咱实在讲起来，大家拢有一个共识，就是讲，像电价啦、水价啦，都伤低啊嘛，伤低，大家都用了足量上的嘛，吼，大家拢感觉讲，这就是应该爱起的。哦，但是吼，即马就变安尼吼，咱讲即马这政府的这角色错乱吼。照理来讲，这物价主要是中央银行爱负责啊。即马是虾米人在压物价？要查价嘛，经济部去查；要电价要甲压落来，油价要甲压落来，所有的物件变经济部在做。吼，做的了后，做了足骨力的，足认真的。中央银行才来讲，你看你物价拢无起啊，吼，真稳定啊，我唔免做虾米代志啊。吼，照理来讲，在中央银行要管的，拢经济部去得甲做，就食经济部的豆腐嘛。吼，即摆大家开始在讲啊，讲即摆吼，要升利息无？吼，即摆看起来吼，人美国是一定爱升啦，这人个保护讲甲足清楚啊嘛，佫会升。但是大家即摆拢了解讲吼，美国升，那转来台湾吼，咱梁总裁是可能无啥会升啦。尤其即摆大家了解出口遮尔啊歹。吼，出口遮尔歹，所以吼，咱这中央银行自过去到今嘛吼，大家拢感觉吼，伊拢感觉物价毋是伊的代志，拄仔蔡老师傅讲嘛吼，但是出口是伊的代志，吼，照理来讲，出口是经济部的代志，但是吼，中央银行即马就足认真啦，就讲哦，咱出口即马无法度，所以吼，现在片吼贬值啊啦，吼，较好卖，嘿，较好卖嘛，吼，所以讲安尼上好啊，美国这利率要升就好升，咱免升，咱较赢，嘿，吼，咱就台币就贬值，对咱出口较好。哦，安尼想起来吼，大家就免误忙吼，讲这中央银行，看起来人美国的这中央银行联准会是将这物价看了上重要吼，对伊来讲，逐工拢注意这件代志。但是咱的中央银行毋是啊，吼，伊这个物价就经济部做了足好，都无我的代志啊嘛，吼，等到吼即马出口吼，等到
本来是经济部的代志，变伊即马来讨论啦。所以咱讲哦，这角色错乱真严重，啊，这真严重的，咱讲这反效果就是足严重，就是安尼，就咱讲拄仔有讲嘛吼，这物价是有诶应该爱去的，有诶无应该爱去的。但是即马武官吼，啥物叫做无应该爱去的？就是讲你若是因为中央银行印伤侪钱，吼，印伤侪钱出来，资金腐烂。造成这个物价起价，迄就是会当控制，毋是袂当控制，就看伊要控制无。所以美国是安怎即马佫要佫升息，讲起来足简单呢。你若这美国的联准会吼，伊若讲吼，哦，咱即马这可能要暂缓升息。你看股市连咪就起啊，经济无好呢，股市哪会起？啊，就是钱济，毋才股市才会起嘛。啊，所以联准会看哦，你看我今来讲一个吼，安尼袂使，所以我要升息。啊，台湾嘛是共款啊。啊！你讲着产业，大家产业都无好。人伊的联准会那讲了那话最简单。对啊，所以毋是，你看主要就是看每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你重视啥物代志嘛？吼，所以美国的中央银行伊就重视这个物价，伊讲感觉物价起起来对这经济伤害足大的，所以就将这当作是上重要的代志。啊，伫台湾可能毋是安尼啊。咱所知讲吼，任何的经济手段或者是统治手段。一定毋是一刀切落去，啊，就两边拢真水开，一定有人伤害，就无伤害。但是政府哦，不管是倒一档咧执政，吼，中央银行也是中央银行嘛，吼，中央银行到底应该徛在什么立场，啊去做啥代志，啊，毋通事事变做部会落去审去接，你去做补贴，啊去再补一项，遐补一项，愈补愈大项。即我长久以来，我甲蔡老师常常咧私底下咧讨论吼。即咱毋是调工要来讨即个检讨中央银行啊。其实我感觉即个角色实在是亲像邱老师大家讲，人那联准会人一讲，那就安尼做。啊，其他是咱社会较袂自在，咱的社会面地较未开，还是讲较袂得，还是安怎？我感觉，这个中央银行家己的面子也较未开吼，这是较严重的代志。咱定定咧讨论讲，咱台湾的现行的体制吼，到底是总统制，还是讲是行政院长制？啊，咱讲咱是双首长制。但是我感觉即摆愈来愈像是中央银行制。这个制的方式是讲，这代志拢你的代志，参我拢无关系。啊，若有讲落规个拢，哦，我有几个 A， 我有几个 A， 吼，某一个这偏。你甲你拍分的公司讲哦，你的 A 足悬的，啊，大家拢无去看伊的物价。其实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伊若控制物价，控制啊到因超过因的目标，比如讲超过2%的话，迄是足落差的中央银行。啊，家己做了无好，嘛紧咱若家己考试做了无好吼，咱嘛紧咱后一抓，甲要考试的时阵，咱较拍拼。毋是，讲这考试考歹拢毋是我的问题。哦，这拢是啥无做好，所以我会感觉中央银行其实伊若要检讨的话，其实咱会当看到伫美国真侪中央银行，因家己银行内底这理事家己拢会出来讲应该爱调偌济，我的看法是啥？但是颠倒变来讲，咱台湾吼变成你出来讲，你若中央银行的理事，你出来讲中央银行应该安怎做的话，变成讲你是无合群的，你是毋对的。这个情形敢若伫对一个国家看到中国。敢若会看到伫中国，吼啊，真正是总裁独裁的裁。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其实我感觉吼，咱若要讲物价话，当然物价拄则大家讲到真侪原因啦吼。啊，即摆虽然讲你关心出口，啊，台湾的出口咧降，毋是敢若台湾咧降，是整个咧降。全世界咧降。这绝对毋是讲你升一个小可升一个利率，就有法度甲咱的出口安尼规个创啊好。安尼规期叫咱中央银行的总裁来负责台湾整个的出口。讲这条小是要安怎来算较会存车呢？要哪算？我卖做这少年朋友想要参中央银行的总裁来算的啦。是安怎咧？因为吼，你的利率若无起吼，啊，你的台票若愈来愈俗的话吼，会安怎？咱拄要讲到价能，我敢若要进口这价能，我爱摕出来新台票，就爱加摕足济啊。所以我去甲外国吼，去甲澳洲买这个价能的价效就会较愈悬啦。所以我本来就毋是这个科技产业，我本来伫台湾整个的经济成长咧超越韩国的过程，我就无受到。感觉有较好啊！我无就好着，我无好着。颠倒伫即波，我又感觉我咧买物件，煞甲愈来愈贵，是安怎？因为咱中央银行咧起利率吼，
去了比人继续慢的，因为伊感觉吼，伊完全拢无咧消费物件，伊煞感觉讲咱的物价足俗的。所以伫即个情况就是讲，每一个中央银行我拄有讲的嘛，就是讲你有要起利率无，其实拢会当讨论，但是你袂当甲你的个人的想法，无科学的即个想法，讲咱台湾的即个物价是比外国即个测额的即个比较吼，怎啊摕来讲我无要升利率啦。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当然你就会造成咱台湾真侪咱遮的少年朋友也好，哎，咱遮的领遮固定薪水的遮的人好，因咧买的物件愈来愈贵，啊，甲无感受到咱整个经济成长。但是我的好奇是，中央银行的理事遮济呢？是真正有独裁制大家拢无其他的意见吗？蔡老师还是柯老师？我简单来讲是安尼啦吼，杨总裁顶礼拜嘛讲嘛吼，大家咁问我这利率唔是我决定的，是大家所有的这理事大家做的决定。这讲起来，自较早古早以来，大家拢知影唔是这回事啦。主要就是安尼，不管理事有偌济吼，足侪理事都是无要讲话嘛。吼，你若这总裁讲安怎吼，较早是完全无理事反对嘛，你总裁你安尼决定就好诶，安尼就好啊，吼，你会当讲意见啊，吼，大家会当表示啊，就无人表示嘛，即马有人表示，有人表示来看安怎较好，若赞成总裁较侪人，吼，结果嘛是拢总裁意思嘛，所以你若3个反对4个反对嘛是无效啊，有人反对无，即马比较早较好，即马有。足侪理事即嘛有足侪无共款。对，伊反对等到愈好，你有反对，结果大家讨论了嘛是我的意见，这是经过大家讨论了的，大家实在讲起来拢了解啦。咱台湾的利率都是总裁决定的啦，这事实就是安尼，这是唔免啥物辩解讲足侪人，然后大家去做伙决定的，无这回事。自较早到即嘛，拢是总裁决定就决定啊。我会当理解讲，这。手变起来吼，这边也是麻，迄边也是麻吼，会去失了这个叫顺了故意失了少意吼，这华语安尼讲，就我惊这惊迄，但是中央银行到底咱互观众朋友吼一个较普及的科学普及的意思，中央银行真正即种应该爱做是虾米代志？这柯老师他讲，伊就爱控制。不给啊！上重要的就是不给。咱去看迄，咱讲中央银行组织法吼，伊内底中央银行有足侪任务的即2、3、4，但是上重要就是不给。伫个不给会当控制了真好的情况之下，你会当去做其他协助经济成长的代志。但所以上重要就是不给。你若不给无管好，其他都免做。好，咱讲这是央行天职嘛。好，上重要就是安尼。人即马美国联储会的表现互你看嘛，吼，那物价无做好，其他都免讲嘛。所以人足会讲，你安尼个，但利息个安尼升落吼，经济歹哦。无法度啊。对我来讲，迄物价就是上重要的代志。吼，咱讲拄啊，蔡老师讲的嘛是安尼，但是讲吼，我要看中央银行做了好唔好吼，你唔免去看啥物出口好唔好，迄毋是伊个代志。好，那当然对你来讲，你要安怎做，你要升也好，唔升也好，但是你都爱互大家感受讲吼，拄啊我讲的嘛吼，有话计数，若起价是合理的，咱无话通好讲嘛，吼，对，你若喺工厂污染，你要扣税，物件卖较贵，咱就爱接受嘛，吼，迄电价要起，人成本提悬，要起，咱就接受嘛。但是若是因为你这钱印伤济，无咧控制，造成这物价遮，迄效果等得愈害哦。所以你看。即马这电价无拔，人睇王美花部长讲吼，咱来顾及民生物价。经济部长，民生毋是。所以我有当时真正听无啥，到底是谁爱管？谁爱处理这个代志？应该是爱甲总统管嘛。所以我一破题就是讲，皇帝来嘛，无法度嘛。所以就是大家爱管家己该管的代志嘛，对无？你电价该安怎定，就是安尼。即马就是讲吼。因为你中央银行物价无控制好势，等到所有应该爱起价，即马都变拢唔敢起嘛。然后健保支付额大家都讲吼，大家上来骂鸡笼鸡，对啊。人讲咱健保用甲足腐烂的，大家拢无病嘛去看医生，就讲即马要调整，即马都唔敢调啊，啥物都唔敢调啊。应该爱起的即马都唔敢起，无应该起的一直起，这就是上重要的问题。咱刚才知影米粉起大，给愈食愈细。来，蔡老师。
我感觉像中央银行吼，你讲物价当然是伊上重要的吼。啊，伊若想要顾经济发展吼，你物价若无顾好，你绝对无经济发展的。因为像怎你物价愈来愈贵，大家就愈买物件愈来愈少嘛。因为我便当愈去愈济，啊，我本来想要去。迄个休困想要看一场电影，唔敢。阮囝咧甲我阿姨想要买一个佚佗物啊，我拢讲阿妈呀，即嘛物价起啊，你拢唔知影嘛？伊遐细汉伊哪知影？中央银行都唔知影，伊哪有知影？所以我妈，你若讲伫即个物价咧起吼，其实像咱的烦恼即个物价起，毋是讲中央银行去甲利率升起来会互经济落落来，是因为经济强要落落来啊。因为物价起会去伤着经济，所以中央银行较有需要来甲利率提好悬。提好悬，虽然经济落落来，但是会比伊无提好悬的时阵会落了较少。所以其实有通科学的计算。是，所以咱看到讲过去咱真侪中央银行的理事虽然拢尊重中央银行总裁的决定啦吼，但是你若看到中央银行的总裁这么无科学的决定。